呢排十字門嘅租樓特別受歡迎，今日同你講下啦。先睇下具體位置，嗱，呢個就係珠海個地標珠海中心，下面就係會展中心國劇院，對面呢就係澳門旅遊電視塔都係呢邊嘅。嗱，葡京賭場放大啲俾你哋睇，呢個就係葡京賭場啊。OK， 咁我哋重點睇翻十字門呢邊啦。嗱，成個十字門咧係擁有千億配套嘅，包括我哋呢邊咧係擁有珠海個城軌，亦即係地鐵啦，由拱北口岸呢邊出發啊，經過十字門，經過橫琴金融中心到長隆，然之後到珠海機場。好啦，而家就同你講下我哋個租樓喺邊度，就係呢邊華發商都上蓋啊，睇下先啊。咁啊呢邊咧就係中海環宇天下嚟嘅，我哋個租房咧就係呢邊，大家可以睇到嗱，呢邊就係華發商都，呢邊就係2期啊，今年年底咧3期就會開業啦啊呢邊啊，咁我哋個租房咧就係2棟公寓，咁啊就係呢棟 T2啊，大家去睇下 T2。啊！呢棟 T2成棟樓都喺度出租嘅，咁佢最吸引嘅地方咧就係短租啊，3個月起，咁啊一房咧面積係55平方嘅，租金就係3800蚊一個月，兩房面積咧就係78平方，租金係5300蚊一個月嘅，咁佢最大嘅好處就係短租3個月起。你可以租3個月，可以租半年，可以租1年，啊，即係靈活性係好高嘅，啊，即係隨得你揀嘅，啊，咁啊租房個條件咧就係壓2個月押金，啊1個月租金，仲有我哋個中介費。咁我而家就講下即係租呢個酒店入邊有咩好處啦，嚇，好着數嘅。嗱，先同你講下即係大龍呢邊租房咧。業主只管收房租啊，管理費啊、水電費啊、天然氣呢啲唔理嘅，全部係租客自己俾。咁啊，好似呢棟公寓一房嘅管理費就係165蚊一個月，2房嘅管理費咧就係240一個月嘅。咁啊，水電天然氣你用幾多就自動扣嘅。嗱，記住物業管理費、水電煤氣費業主係唔包嘅，係要租客自己俾嘅，記住未？啊，仲有你如果租呢邊嘅酒店咧，呢邊俾到咩優惠俾你咧？首先就係如果係租3個月起嘅，一房係有20份早餐啊，即係呢邊係酒店式管理嘅，佢會送過嚟俾你。啊，咁啊，至於食咩咧，咁就睇佢即係飯堂呢邊確定啦。啊，有奶茶、橙汁啊、豆漿呢啲俾你，或者係麵包啊、粥啊、粉啊之類嘅。咁啊，跟住咧，即係隨住入住嘅人越嚟越多咧，佢可能以後就冇咁多人手送噶啦。咁佢就會開放一個類似酒店嘅大堂，啊，你哋自己落去食。記住，如果你係租3個月咧，即係1個月有20份早餐嘅。咁你如果係租2房咧，1個月咧係有30份早餐嘅。嗱，記住呢點未？咁啊，第2點就係我哋華發呢邊咧係會贈送奧特美健身卡俾你嘅，即係會所個健身卡。你如果係租1年，係可以享受到1個季度個奧特美會員卡嘅。咁你如果係租半年咧，係可以享受1個月嘅奧特美會員卡。咁你如果係租3個月咧，就享受1週啊1個禮拜嘅會員卡，即係去游水啊、健身啊之類嘅。咁啊，當然你租得時間越長咧，享受嘅優惠就越多嘅。咁啊，第3點咧就係酒店呢邊咧，每個禮拜都會有阿姨過嚟幫你清潔嘅，幫你換床單、換被啊，大清潔嘅啊，呢個第3點。咁第4點咧就係贈送 WiFi，即係有寬頻俾你，就可以直接上網啦。嗱，記住
我哋有4大優惠嗱，咁啊第一優惠就係贈送早餐俾你，第二就係贈送健身卡會所俾你玩，咁啊第三點就係有阿姨過嚟幫你搞衞生第4點咧就係有寬頻啦，直接可以上網啦，嗱就係呢4點。嗱記住，你入至到入邊咧就有呢個枕頭被一次性嘅沐浴露之類嘅，即係類似酒店式嘅所有用品都會幫你配齊嘅。咁有啲客咧就唔需要枕頭被佢話自己買都冇問題酒店呢邊咧就會問你需唔需要，需要咧佢就幫你配齊嘅。咁我而家就帶你睇下我哋個視頻入邊咧就係咁樣噶啦，即係我而家影個視頻俾你，全新嘅裝修家私家電全部係齊晒嘅，就係咁樣。咁而家咧就係由21樓開始啦，低層全部租晒啦咁越高樓層咧景觀就越靚嘅，咁價錢其實都冇咩變化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先睇下我哋個視頻入邊所展示嘅嘢啦。小心点哦！好不好玩？好刺激啊！你过来，我们到那边去。好。信哥，你小心点哦。想不到你蛮灵活的嘛！这是我地盘，从小就很喜欢爬树里上去看星星。送你，谢谢。带你去个地方。喜不喜欢？你做的，好棒啊！好漂亮啊！改天等我把屋子盖好，把床对着窗口，这样就可以欣赏风景了。我还要在屋顶上开个大洞，晚上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着星星。好啊。如果失去是苦，你还怕不怕付出？如果坠落是苦，你还要不要幸福？如果迷乱是苦，再开始还是结束？如果追求是苦，这是坚强还是执迷不悟？如果分离是苦，你要把苦向谁诉？如果承诺是苦，真情要不要流露？如果痴心是苦，难道爱本是错误？如果相爱是苦，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
情總是後來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經找不到來時的路。好多事情當時一點也不覺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會在乎。好多事情總是後來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經找不到來時的路。好多事情當時一點也不覺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如果失去是苦，你還怕不怕付出？如果墜落是苦，你還要不要幸福？如果迷亂是苦，再開始還是結束？如果追求是苦，這是堅強還是執迷不悟？如果分離是苦，你要把苦向誰訴？如果承諾是苦，真情要不要流露？如果痴心是苦，難道愛本是錯誤？如果相愛是苦，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處？好多事情總是後來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經找不到來時的路。好多事情當時一點也不覺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會在乎。好多事情總是後來才看清。視頻你就睇完啦。咁我哋01戶型到05戶型咧就係兩房嚟嘅。咁啊，佢個景觀亦係最靚嘅。咁你可以睇過嚟呢邊。放細啲先得。嗱，01到05戶型咧係睇海景嘅，睇到澳門橫琴呢邊嘅，即係個視覺係咁樣直睇出去嘅，一線無境啊！睇到澳門，睇到橫琴呢邊嘅，橫琴金融島呢邊嘅。咁啊，06到10戶型咧，就係睇翻我哋園區嘅，睇翻入邊，睇啲山景啊，睇埋呢邊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啊、華發國際海岸啊呢啲嘅，睇翻內園嘅。咁你就要喺度諗啦。咁我究竟係租一房？定係話租兩房即係過年過節可以睇到澳門煙花呢？呢個就由你自己嚟決定啦。而家大家比較中意就係兩房03戶型，個景觀係最靚仔嘅。咁啊睇過嚟呢邊去睇下一睇過去就係會展中心珠海中心幾靚啊！個景係咪好靚啊？呢個 feel 靚啊！好多人中意就係呢個原因咁又去睇到中海宏爾天下呢邊。咁有啲街坊就話：咁我如果唔要呢種酒店式嘅公寓純住宅，有冇呢？有嘅，去睇到中海宏爾天下呢邊都好多租房嘅。咁首先就係睇到呢個啦，127平方租金呢就係8600嘅。咁你如果係要呢種無敵海景呢種樓王單位，即係睇海景嘅呢邊6棟、7棟、8棟呢啲呢。面積係223平方，租金就係26000嘅。咁都有吉房嘅，吉房都係22000169平方20000租金好唔同嘅。包括呢邊你睇86平方嘅3房都6500蚊啦。呢邊有好多嘅即係你想要嘅都可以俾到你基本全部係全新嘅，睇到未？價錢即係如果係平均86平方嘅3房咧，價錢平均可能都要5000幾蚊起步噶啦，即係價錢咧係可以傾嘅因為我哋擁有成個中國最強大嘅系統，即係個房源就係貝殼，我哋係上市公司嚟嘅記住
租樓、買二手樓或者係買一手樓，都係喺國內最強大嘅房地產背後上市公司。咁各位街坊，如果唔中意中海環宇天下呢邊，就覺得有啲嘈喎，即係比較熱鬧，想靜啲，咁可以揀翻呢邊啦。嗱，呢邊就係四季風景風景1期、2期、3期、4期華發國際海岸包括呢個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四季半島呢邊全部都有嘅，包括呢個琴澳華府我手上仲有一個系統，任何一個樓都有嘅你想租咩樓咩格局咩朝向全部都有埋嘅，包括大家最中意嘅呢邊華發灣仔1號呢邊都有嘅各位街坊就話：哇，呢邊個會所喎，用1個億嚟打造嘅喎，好高端喎，係咪？想享受呢種下沉式嘅私人會所都冇問題。灣仔1號呢邊嘅租盤咧就好多嘅，大家去睇下呢個130平方嘅吉房，租金就7500蚊。呢個143平方嘅8500蚊，全部都係吉房啦。咁呢個家私齊全嘅咧就係143平方就1萬蚊嘅，全部係全新嘅。你睇就好多喺度租嘅有8500嘅、9000蚊嘅全部都有嘅仲有9500嘅2萬嘅都有呢個就比較靚仔啲即係啲家私應該都好貴嘅啲業主自己買過嚟住嘅，可能自己又可能工作嘅變動唔住啦，就諗住出租嘅你睇到未？全部喺呢邊好多嘅即係任何一個小區、任何面積都喺度租都喺度買你只有你想租或者想買二手樓都冇問題 ，call 翻我哋有專業10幾年經驗嘅選房師幫你操刀喺度最多嘴同你哋普及一個知識，就係喺國內最有權威、最專業嘅 agent 咧係做二手樓如果佢識做二手樓咧，佢個專業水平喺成個行業當中算係頂流嘅。因為二手樓咧會涉及到好多嘢，咁首先就係幫你篩選房啦，朝向啦，第二點就係傾價談判呢門咧係一個技術嚟嘅，亦係一個學問。如果有啲 agent 唔識傾價咧，好多都係傾唔成嘅，都會俾業主晾住個價，永遠都傾唔落嚟嘅。但係我哋咧即係我哋好多咧。即係從業咗10幾年咧，大概都已經摸清楚啲業主或者調查清楚佢個背景，包括佢個財政情況咁樣去同佢傾價談判嘅。一般佢都好容易俾我哋輕鬆咁拿捏嘅，明唔明啊？點解有啲二手樓個價錢可以咁低成交，有啲就被晾住咧？就係因為呢個 agent 唔識談判，唔識得去同個業主傾價。導致咗個價錢就晾住喺度記住，如果你想過嚟大灣區呢邊，首先買樓買一手樓都好啦，唔想中伏買到價值性高嘅，都係揾翻最專業做二手樓嘅呢啲 agent。我哋個判斷力出發點咧係睇呢套樓或者睇呢個區域，睇呢度個配套有冇價值。點解我當年睇呢個區域或者睇紅山城，覺得佢個價值即係中間存在好大泡沫嘅原因咧？第一就係價值，第二就係人口，第三就係配套，就係綜合呢幾點，我哋就去判斷出佢買嗰個價位個泡沫中間有幾多。即係如果你係入手咧，大概都係高位入手嘅即係我哋可能做得耐知道呢個遊戲個玩法。即係點樣去成交二手樓，由呢度去判斷嘅。今日咧就簡單同你普及下而家十字門呢邊個租樓情況如果你哋想租樓咧，可以加我哋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我哋就可以帶你過嚟睇樓啦。記住啦，租房咧揾翻我哋最專業上市公司簽約，因為我哋個合同嘅話係合法合規嘅，你俾到定金呢啲咧都係轉到我哋背後呢邊個金管賬戶呢度嘅。但係如果你揾到其他啲 agent 嘅話，
佢有冇牌，係咪公司喺邊度啊？你都唔知，簽咗合同究竟係點樣，有冇保證啊？都係一個問題。所以記住揾最正規嘅公司去睇樓，去簽約，咁樣就避免俾人哋忽悠，明唔明白啊？嗱，有咩唔明白嘅呢？你喺後面就 call 翻我啦。今期節目呢就係咁先，拜拜。